一个6岁的小男孩想要的生日礼物，居然是一本《唐诗300首》。我们得意地告诉那亲戚朋友，他们都说凯凯长大了肯定有出息。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啊，要是当初让他要了那个游戏机，后来的他会是个什么样子？儿啊，妈要你懂事，要你勇敢，要你出人头地，要你拼命的往上爬。可妈就是没有你，怎么做个小孩